我係美國靈異佛堂 Well 3條路嘅監製。今日可以同大家喺度傾偈，感覺好正。首先呢，我要代表頻道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愛戴先。美國靈異佛堂之所以喺佛牌界有今日咁大嘅影響力，除咗要多謝大家愛戴嘅 Well 師兄之外呢，仲有一位居功至偉嘅神級靈魂人物，佢就係美國靈異佛堂元祖頻道0202 BBK 嘅開山祖師高迪安先生。大家可能未必記得，最初靈異佛堂呢，其實只係一個電台嘅節目，所以無論幾罕有幾神奇嘅聖物，都只能靠師兄把口去描述。雖然師兄把口嘅口才就好了得嘅，話會有正嘅古曼堂同陰古曼堂啦。咁陰嘅古曼堂顧名思義啦，咁嗰個梗係有啲和尚都會做到陰料噶嘛，可以做陰牌噶嘛。就係當然有骨嘅嘢，有骨嘅嘢，佢係人嘅骨，唔係和尚阿拉肯。和尚嘅骨呢係正牌嚟嘅，佢唔係，但係佢係用人嘅骨呢，就係稱陰牌啦嘛。但係始終冇樣睇就爭緊啲喎。有見及此，同師兄多年老友嘅高迪安呢，就提議，不如開 YouTube 啦，等啲聽眾變咗做觀眾，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師兄你同埋啲聖物一齊做節目啦。嚟㗎，係當年龍菩第一用緊魚嘅材料啊，即係做第一、二期、三期古曼堂嗰啲材料啊，放晒喺呢一樽裏邊㗎嘛。就係因為呢個咁有前瞻性嘅提議，成就咗一個喺佛牌界舉足輕重嘅 YouTube 頻道0202 BBK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哋正式請我哋嘅喂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搞下嘢咁樣。第一個鬼仔啊！喂，幾時再講多啲阿贊明嘅嘢？我哋會講嘅，放心，一定會講。淨係咁啊夠。供佢有個特別方法供嘅，所以佢個樣係奀，但唔係奀啊嘛，就一定係要識呢個手法去養啦，大佬。即係嗱，呢度有一個好人性化嘅問題啦。佢哋係同一日死咧。即係呢啲你大家唔知道噶嘛，唔知道嘅嘢我唔會亂去講咯。有話屌嘅，仲邊有逼良為娼？你諗下，已經可以係咁噶咯。咁啊好簡單啦，梗係高嗰啲喺後邊噶嘛。佢要令我中意佢 ，OK 啊？咁呢啲咪佢都會擋，好自然嘅自動波擋嘅。阿贊啲啊，對佢嗰種感覺咯。佢俾你感覺係咩？檳城鬼王佢嗰度有張相類似咁樣嘅，係應該一模一樣嘅。我又俾佢，你租俾佢，嗰條人要自己食嗰啲仲要，自己生嗰啲，自己生自己食嘅，夠飯嗰啲啦。是英雄本色啊！前半生自傳啊！係，我屌老味，我都唔知點樣鬥鳩佢。當時我覺得我好似有少少慚愧，有啲羞恥之心。OK， 好撚正常，就係做翻我 Well 啦。Well， 話當年節目一出，即刻震撼咗成個佛牌界，因為大家唔單止見到 Well 師兄嘅風采之外呢，仲可以親眼目睹嗰啲堪稱稀世奇珍嘅聖物。唔係喺嗰陣時未嚟都睇到知道係佢噶啦。個主角咧其實就係係呢一樽屍油啊。呢個咧就係嗱，佢顧伯基物就唯獨是做咗一期嘅大肚婆女鬼。呢個大子母昆平啦。睇呢一樽咧就知道就係當年阿贊天老師公做嘅柏恩。呢位咧即係我哋叫坡恩啦，就係一個叫貓碌角啊，係啦，貓胎啦，貓胎。碌尿，顧伯基馬嘅替身啦，亦叫五鬼咯。血鵪，哇大亂鬥呢個真係。話就話阿贊明嘅把咯，咁其實即係全部阿贊啲、阿贊四阿貴開光噶啦。所以我相信好多粉絲都同我一樣，對每一集嘅節目個內容呢，都會睇到如痴如醉，係將啲片呢重複又重複咁睇，因為內容係實在太過精彩啊！靈異佛堂有今日嘅成就，高迪安絕對功不可沒啊！有一點可能大家都唔知嘅，其實佢喺鏡頭後面一樣負責埋度橋度稿，佢又係攝影師又係剪接師，佢仲兼顧埋10週年抽獎咁大件事都係一手包辦，呢個就真係叫做周身刀張張嚟啦。龍波訂嘅顧問堂係啦，睇下邊個好彩啦。你找3下有啲頭長啲嘅先。搞2下趁翻嚟啊嘛！157號， 157號，
高迪安唔單止係喺威爾師兄心目中最佳嘅拍檔，佢喺觀眾嘅心目中仲係以轉數快同埋談吐幽默見稱。最難得嘅係高迪安仍然保有嗰份謙虛同埋好奇心。好多粉絲同我講，喺佢哋心目中嘅美國靈異佛堂，其實就係威爾師兄加高迪安。但係佢係骨髓啊，但係邊度嘅骨咧？哇你算唔算都請？你有講過唔係請好多啦，但係都請起碼十幾萬。今日我好激動咁同大家宣布，喺4月嘅11號，即係10日8日之後呢，下午2點鐘，高迪安將會現身喺美國靈異佛堂土瓜灣嘅總壇。到時佢會同 Well 師兄再度合體，同各位粉絲見面。當日仲會即場錄製節目，同埋接受大家嘅提問。真係聽到都已經好想 mark 定個位啊！如果你都想喺現場一睹高迪安同埋 Well 師兄再次拍攝美國靈異佛堂節目嘅風采，咁千祈就唔好錯過啦！4月11號下晝2點鐘，土瓜灣見。